行政院为特别打击诈骗5月份推出打诈司法和中央有权，会当来封锁诈骗网站，警察嘛会当来调使用者的资料。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这款权利无配套的办法，若是滥用民众的隐私权会受到侵害。 这几年一直传出诈骗事件，行政院5月初9推出打击诈骗新司法，透过立法、修法补破网。但是民间司改会甲部分民间团体指出，其中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，允准政府紧急封锁科技网站，阻挡民众受诈骗。但是过去是捌发生过错误封锁网站的代志，造成误封的状况，它会导致于说一般人群在使用这样子的网络上会有实际上的困难。这种状况下，我们认为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也没有相关的救济机制。2022年啊 ，Google Map 就被封过，就是被误封啦、大家就去找为什么啊，就发现它被放到那个黑名单里面。 民间团体表示，会当理解打击诈骗有赶时间的需求，但是要求速度的同时，也要有事后审查规范甲救济机制。另外，亲像办诈骗案件，检察官办案有权去调通信使用者资料，若法警要调，就需要先经过法官允准。不过，通信保障甲检察法草案，和法警有权力直接调，免通过法官。民团认为可能侵害隐私。在要件上应该要再更具体明确一点比如说他在什么样的要件下，是不是有一定的犯罪嫌疑？ 或者是说他在怎么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？那我们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法官保留，也就是这个第三的中立机关来做审查。这个规范它确实是非常接近基层的想法，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调，当然是最快。 行政部门主张打击诈骗要求速度，新法草案和法警有权力，亲像检察官同款，直接调通信使用者资料。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也认为，诈骗案定需要下关市追踪办案。这条草案对基层来讲确实真有利，但是民团指出，警察数量是检察官的60倍，安怎确保权力袂互人滥用，是所落来草案送到立法院了后爱解决的问题。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。